继续来看台积电2023年本地要离桃园的龙潭起1.4奈米的工厂，但是因为当地居民反对，最后来取消。也毋过即摆民众的态度大转变咯，讲愿意咯。来看这个报道。 清风满叶飘雨，发甲真大声，讲要抗议2023年桃园龙潭部分的居民组成自救会，反对新竹科学园区定售土地，本来是要起1.4奈米厂的台积电，伫当年10月放弃，不过即马在地乡亲因的态度已经改变啊。 竹科管理局进前已经开公听会，打算将两科3期的土地扩建104公顷。业界风声讲，就是要互富国新山使用，台积电可能投资6000亿，要生产次世代 IB 级的制程。公司对此表示讲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，会继续甲主管机关合作。 找适合的用地。艾米世代不仅只是一个制程技术的一个缩减，而更是正式导入了超级电轨背面的供电技术，也解决了过往在晶片正面呢布线，那么导致在这个电力的一个耗损的问题。 台积电的 IB 级的制程会当将效能提升20%，了电的部分会当降低20%。专家认为讲，未来会提供2大开发的使用，包括辉达的 Feynman 架构的 GPU， 还有苹果的 A20甲 M6的晶片，助攻资料中心甲 AI 的发展。是讲伫龙潭起工厂已经前2档半，专家讲确实有损失，造成了产能调度上的一个机会成本，还有基建时间的一个损失。不过台积电呢也已经弹性的做了调整，那么将这个重心呢是转往中科的2期，还有嘉义的科学园区。 龙潭挖德科的总部冇成设供应链的自录，当初台积电就是一条第2支边，是要将研究甲量产的效益最大化。也毋过拄着土地的争议，即马敢有可能翻头过来强化紧留台湾布局的策略，就要看各界敢敲的平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